細棚的滅伐，今晡日係細棚的滅伐石頭路嘅頭一日，你開始做事嘅前幾日咧，逐隻細棚的就會由老棚的先生教佢哋按樣辦做事。只聽講滅伐，我來老二小解一下棚的愛做哪條石頭。滅伐講：哇，真勁很好哦！滅伐講：也花卉很正哦！只聽講，按條嘅石頭就是採集也條花咩？也條花咩都係按最好食嘅東西。算下來，我老二小解其他嘅屋企人。今日有哪條屋企人呢？滅伐，你看，棚的有本細棚的公棚，也有地位最高的棚王，你就是細棚的哦。滅伐講，這隻太鬼怪係乜嘅？佢係唔係想要攻擊我哋？只聽講，唔好緊張，佢係棚農阿勇。佢唔單止係我哋嘅主人，咪係俺最堅定嘅好朋友哦。阿勇講，北埔太寒嘞，為咗生活，我哋當年三星一邊呢，都愛去南埔採花咩咯。只聽講，錯㗎。當然，我哋就會去南埔採東多嘅荔枝花咩、老牛年花咩，兩擺滅伐咪會窮下去哦。滅伐講，好，很想去哦。兩日，阿勇帶電棚的、粗茶的去南埔採花咩。愛開始一個無限淒慘嘅旅行咧。到了南部嘅花海，溫暖嘅日頭，清澈嘅空氣，強烈嘅水源頭，各地來嘅棚誒，做下歡喜到了去跳舞。變啊！只聽講，唉。花海見來見少，花咩無咧，咩無奈何，爭去同人相爭啊！滅伐講，總算答應咧，唔過阿勇講，大擺相爭過後，免不了就會有人受傷，無就係過身，當上。有個較多嘅花海，你就無需要按辛苦老人相爭咧。只聽講，唔過兩擺好得有大家嘅天數，到將有兩條美食好食啦，夾夾做屋卡享受大餐。滅伐講好哦，經過了幾日嘅工作訓練，滅伐認識了自家嘅棚嘅家庭老石頭，歡喜嘅老大家共下享受好食嘅棚湯大餐。